在傳統教學模式底下，教師難兼顧每位學生嘅個別需求。為咗擁抱學習多樣性，提升學生成績並加強教師嘅評估素養，更需要借助電子學習平台等等嘅工具嘅支持。我哋一齊聽聽聖公會基德小學副校長嘅分享，佢哋如何利用 APUS 精準地照顧不同學生嘅需要，並加以跟進啦。貴校連續2年都訂閱咗 APUS 嘅平台，校長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不同嘅學科，特別係語文科嘅推行經驗。學習可以喺課堂裏面進行，亦都可以喺課堂以外發生。電子學習就係其中一個渠道，培養學生善用學時進行學習。而 APUS 平台係我哋嘅選擇。我哋學校舊年喺其中3級試行使用 APUS 學習平台，發現平台嘅資源配合我哋學校中英數教科書所編排嘅學習重點。老師可以按教學進度發放唔同程度嘅功課，緊扣教學目標。所以今年我哋3科6級都有訂閱 APUS 平台。喺使用方面，中英文科老師都會善用 APUS 平台裏面嘅聆聽、閱讀等嘅資源，鞏固學生課堂所學。學生亦都能夠即時了解自己嘅學習表現，而評估數據可以作為學生個人嘅對照，配合學校着重提升學生自學能力嘅方向。喺今年嘅運用，2至5年級英文科較多使用固定組嘅模式分發功課。而喺中文科同埋英文科都較常去使用分組功能。平台裏面嘅資源豐富，俾到老師揀選合適嘅教材俾學生使用。例如作為課前預習嘅翻轉教室影片，俾到學生對新課題有初步嘅認識，為新課題作好準備。課堂嘅教學時間有限，學生喺上堂前先進行預習，喺課堂就可以即時進入學習活動，加強課堂嘅互動，提升學與教效能。平台仲有提供課後延伸嘅練習，跟進學生嘅學習難點。喺課後延伸練習，即係知識圖譜嘅練習方面，我哋開放咗課程裏邊1至6年級嘅語文基礎知識、英文文法同埋數學嘅內容。老師可以因應學生嘅情況發放唔同年級，包括4種難度嘅練習，為學生拔尖補底。補底就係重溫先前年級嘅知識，而拔尖就係為學生越級發放練習。貴校如何利用 APUS 照顧學生嘅學習多樣性同埋需要，嚟加強師生嘅互動同埋溝通，提高學與教嘅效能？每個小朋友都好獨特，喺班上存在住學習嘅多樣性。APUS 平台除咗有唔同程度嘅練習俾學生去做，仲有分組功能。老師可以按班上學生嘅表現，為佢哋分為唔同學習能力嘅小組，然後分組發放唔同程度嘅功課，以確保學生做合適嘅程度嘅練習，而唔係做太深或者太淺嘅題目。喺延伸練習方面，老師會喺題庫選擇唔同深淺或者跨年級嘅學習內容，俾小組學生去照顧學生嘅學習多樣性同埋需要，做到拔尖補底嘅效果。APUS 嘅知識型學習同埋學生嘅成績數據化等等嘅學習模式，可以講係一種嘅範式轉移。學校推行可能會遇到一啲嘅阻力，校長可唔可以分享一下貴校點解會堅持咁推行呢？學校每推行一項政策，都係以學生嘅需要、學生嘅好處為大前提。我哋了解到 APUS 平台能夠有助學生學習嘅時候，我哋就落實推行呢個計劃。學生運用 APUS 進行練習之後，系統會根據學生所做嘅成績，自動俾適切程度嘅練習做跟進。嗰啲嘅練習可以係補底，亦都可以係進深一層嘅挑戰。呢個平台對老師嚟講都好方便，老師可以從系統嘅數據裏邊了解學生嘅程度同埋進展，而系統更加會自動分析相關嘅數據，包括個別學生、全班以至全級學生嘅學習表現。相信學校喺推行每一項新政策嘅時候，都會遇到一啲阻力，會堅持推行。相信係因着呢個項目係有佢嘅特色，有佢嘅好處，因此最重要嘅係俾到各持份者知道同埋體驗到佢嘅好處，並且喺推行之前做好準備，阻力自然會相對減少。貴校使用 APUS 已經2年，學生喺自主學習方面，教師落咗啲咩功夫？而學生嘅變化同表現又係點呢？
學校會喺長假期嘅時候，適當咁安排一啲自學任務或者電子課業，去代替部分傳統書寫嘅課業，從而引發學生嘅學習興趣同埋內在動機，避免咗一啲冇意義同埋機械式嘅操練或者抄寫。對學生嚟講，每次 A+ 嘅功課量唔係好多，亦都唔似一啲傳統抄寫嘅功課咁枯燥，學生可以喺短時間裏邊完成，所以都唔會抗拒做呢類嘅功課。喺預習方面，當學生完成相關嘅任務之後，會有相應嘅題目考核學生對嗰個課題嘅認識，老師就可以從中了解學生喺課前嘅表現，然後喺課堂裏邊深入去探討學生未知或者未能掌握嘅部分。此外，學生透過 A+ 更加了解自己嘅能力同埋表現，每個學生都有自己嘅 A+ 錯題庫，佢哋可以隨時咁喺 A+ 平台上面改正，培養自主學習嘅習慣，亦都使到平台成為學生嘅自學工具，逐步邁向成為一個主動嘅自主學習者。老師喺課堂上會使用 A+ 監測學生喺課堂上嘅學習情況，同時會觀察學生嘅學習態度，我哋睇到學生各項表現都有進步。另外，配合我哋學校基德正向小精兵嘅計劃，學生透過完成 A+ 嘅功課就可以獲得績點，從而推動學生完成相關功課嘅動力。整體而言，學校使用 A+ 最大嘅改變係啲咩呢？以往學校會透過每個學段嘅評估，了解學生嘅強弱。而家老師利用適時嘅評估，就取得客觀嘅數據，了解學生嘅學習情況，從而作出適切嘅跟進。而家老師透過 A+ 平台嘅報告，更加有效咁追蹤同埋監測學生嘅學習表現，而學生亦都能夠從平台去了解自己嘅學習情況，成為主動嘅學習者。A+ 平台裏邊嘅練習由電腦自動批改，能夠減省老師批改嘅時間。老師直接運用平台所提供嘅數據做分析，了解學生嘅學習情況之後，再進行備課、回饋教學，提升學與教效能。